喂，各位 Tech Matrix 嘅朋友，你哋仲係自己手動睇市落單嗎？時代已經變啦！全球最大嘅加密貨幣交易所之一 Coinbase 最近推出咗一個叫 Coinbase for Agents 嘅重磅功能，直頭係將 AI 同你個錢包直接連線。想象下，你平時用開 ChatGPT 或者 Claude 呢啲大型語言模型去分析市場、研究投資機會，佢哋確實好叻，可以消化海量數據，但係就永遠隔住一層玻璃，睇到但摸唔到，冇辦法直接幫你落單或者調動資金。而家呢個缺口終於被填補， Coinbase for Agents 就係嗰條關鍵嘅橋樑，佢俾 AI 模型直接接入你嘅真實投資組合，等 AI 可以根據分析自動化執行交易同埋處理支付，全程唔使你動手。呢個唔單止係將智能助理升級，直情係創造一個識得自己揾錢同管理財富嘅 AI 財務管家。對於我哋 Tech Matrix 嘅觀眾嚟講，呢個信號好清晰，金融執行嘅自動化已經進入下一個階段。AI 唔再只係一個顧問，而係一個擁有實際操作權嘅執行者。